Hello，今日繼續同大家去做一個八字案例嘅分享。咁呢個命主佢4月嘅時候就 WhatsApp 我，運程對佢嚟講個影響非常之大噶，令到佢成個人都覺得非常之唔舒服，無名嘅壓力，唞啖氣都覺得好攰。當時我就同佢講，我話你過咗6、7月再睇睇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如果真係到時仍然覺得好迷失嘅話，就先至嚟揾我啦。上星期批完佢嘅八字。其實呢一個命主嘅八字係一個幾適合行職場嘅八字嚟噶，佢嘅天干丁壬合丁火，其實係暗傷噶。命主有好深嘅近視，由於壬水係佢嘅七煞，所以同時佢喺呢個生活上面小人亦都唔少噶。地支午未合，比劫合傷官，月令傷官會變得冇咁激烈，所以佢係一個好有工作能力嘅時代女性。好有要求，性格爽朗。由於八字有官，即係水、印、木相生，所以官場亦即係我哋嘅職場上面，佢算係非常順利噶。只係佢嘅官位，即係升到大公司嘅管理層，時間係嚟得比較遲。主要嘅原因係要等小人走咗先。命主嘅工作能力強，但係佢喺管理人呢一方面真係好一般。第一，佢嘅天干比劫係暗傷噶。第二，佢係一個傷官人，解決問題嘅能力好強，但係亦都因為聰明有性格，非常容易唔小心得罪別人。咁佢目前行緊嘅係辛丑大運，天干辛金，即係佢嘅財星嚟咗。其實佢嘅財係可以嘅，天干嘅財如果你唔去打理佢，好容易會唔見咗。所以佢有朋友同佢講，話你嘅財其實都好浮下喎。命主講到自己有某部分嘅錢，其實係交俾屋企人去管理，銀行嗰啲錢似乎都2、3年冇理啦。所以命主其實呢個拖延症呢都幾嚴重噶，咁樣係唔得噶。財係自己控制噶，必須要喺自己嘅名下，所以自己要識得理財啦。地支嚟講，子丑合，傷官合官。命主嘅情況係喺呢一處嘅大運被推上管理層，成間公司條數都係佢睇噶，即係我哋所講嘅 CFO。喺呢一個咁樣嘅經濟環境，公司持續運作，並且要持續盈利，你話佢嘅壓力大唔大？今年2026丙午年真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差嘅流年，日主嘅日柱干支都出干，等同於日主受克，壓力真心大。所以情緒安全感通通都非常需要支援，最重要嘅係命主需要調整自己嘅心態，訓練自己隱忍嘅功夫，只要內心平靜就可以安然度過。傳統命理嘅角度認為命主今年犯沖子午沖，沖嘅仲要係日主自己本人，所以乜嘢都唔順，非常糟糕嘅一年。咁我就同命主講，一旦遇到你嘅朋友嚟揾你吐苦水，記得要婉拒啦，否則真係會炒埋一碟，佢嘅個人氣場會更加糟糕。今年仲要注意埋12月子月，用神係印星，即係五行嘅木，綠色平靜，增強能量，但係切記唔能夠繼續增磅啦。由於丙午年流年非常辛苦，所以我哋呢個命主想知道，係咪捱埋今年，出年就會比較順利啲啊？2027丁未年，佢嘅天干係屬於七煞被解合噶，但係財生官嚟克日主，所以明年嘅運程喺工作上嘅壓力會繼續加強噶，尤其是係佢主管財政，而且公司嘅 VP 正喺度積極擴張，所以命主來年嘅壓力係會繼續陸續有嚟噶。命主話佢其實已經支持唔住啦，已經同老闆講咗佢唔撈啦，但係運程係阻擋唔住噶，運程將佢推上咗某一個高位，有貴人扶持，對佢嘅能力肯定同埋信任，命主必須要被堅持留喺呢一個位置上。其實呢個亦都係命主正喺度體驗緊自己人生嘅事業頂峰，所以感受非常深。注意新曆2月壬寅月、3月癸卯月、6月丙午月、12月壬子月同埋
明年嘅1月癸丑月。用神同樣都係印星五行木，即係我哋嘅綠色，所以可以喺日常生活上面加強關於木五行上面嘅運用。2028戊申年對比起前2年嚟講，戊申年嘅運程係比較好㗎，起碼心理上面會比較輕鬆。佢嘅天干係食神生財，想法上面會比較積極、正面同埋正能量。地支方面則要注意寅木印星受傷，會比較操勞、擔憂，或者會有一啲異動，自己嘅名聲亦都要保護好，所以要注意返屋企媽媽同埋自己嘅健康等問題。注意新曆2月甲寅月、3月乙卯月、4月丙辰月、8月庚申月。地支嘅用神係水、黑色、藍色，但同時亦都要用金財嘅思維、財生觀，令到一切都可以順利平穩度過。由於今次係命主第3次嚟揾我批八字，我同佢其實亦都特別投契，雖然係批八字，但感覺就好似喺度傾偈。佢非常同意脾氣其實係會因為運程而改變呢一個說法。命主表示細個嗰陣時佢自己嘅脾氣唔會咁大㗎，當然啦，運程即係我哋嘅五行作用，隨住時間一直喺度變化中。長大之後佢自己要靠自己，自然壓力脾氣就會出嚟，絕大部分都係嚟自職場上或者係自己職級上面嘅責任同埋承擔。呢個就係命理學所講嘅官殺星對佢所造成嘅生活影響。當時我亦都有針對命主嘅財作出一啲小建議，因為佢嘅拖延症其實都有啲厲害，銀行嘅資產真係要抽啲時間出嚟做一個好好嘅管理同埋安排，否則你就唔可以好順利地或者係更好地享受庚子大運帶嚟嘅一切成果。庚子大運其實絕對係可以㗎，安享晚年嘅一處大運，所以我就唔多講啦。其實每個人嚟到呢個世界都會有與別不同嘅經歷，因為每個人嚟到呢個世界嘅使命都唔一樣㗎，所以磨練亦都唔一樣。命主既然唔想結婚，亦都冇養育下一代嘅諗法，冇執念就冇痛苦，所以我同命主講起佛家嘅天選之人嘅說法。人之所以與別不同，莫過於大家口中嘅獨來獨往之人。因為我哋對世間嘅人事物所有嘅感知，都係只有自己一個先至能夠明白個中嘅感受，別人係冇辦法完全明白㗎。希望呢條片都可以帶到一啲新嘅諗法俾大家。拜拜。